后来，这个振兴3倍券为7月15开始来使用，这个交通部推动的安心国民旅游，预计7月初1要来就路，要用到10月底，讲会当甲这个3倍券做伙来使用。若是这个自由行哦，一房1000块来补贴，若团体行，一个人一工是700块。若是你游览的目的地是伫个外岛，佮加码补助到1200块，而且是无分平日甲假日，一礼拜7天拢通来申请补助。要互真歹伫平常时休困的基层的劳工甲上班族，嘛会当伫即波的补助来得到福利。交通部长林佳龙亲身到桃园机场北边的跑道，甲一粒搁一粒的电先提起来，准备开工。本来是要4个半月的工程，我们努力要在3个月来把它完成。疫情后，桃园机场出入境的人数减少足侪，机场北边的跑道已经用5年啊，拄好趁这时间来当维修，全长3660公尺，时间面积297000平方公尺，按算8月底9月初完工。交通部嘛已经决定啊，安心国旅对7月初1开始，目前的规划是补助自由行每一房1000块，团体旅游每一人每一天700块，外岛加码补助到1200块，而且不管是平时还是礼拜，拢会当用。金门航配即马有规划，就是有特色的旅游行程，希望讲游客进来。包括像国泰啦、富邦，他们年度都有可能是4、5亿以上的员工出国旅游，那现在没办法出国，就可以导入到国民旅游。民间企业嘛帮忙插入国内旅游市场，用观光爱台湾和防疫新生活嘛做有看头的。